帝是甲禱告，甲上帝甲出嚟啉水，上帝嘅力量都係本自家，上帝嘅救乜都係衝下本自家，甲出係衝下下嘅水本自家，是到自家做熱責上帝嘅字，又配又本又打出嘅字，又甜本人看到，阿門，哈利路亞，講呢是甲等陣係達到甜嘅字，阿門，達到甜嘅字，呢見係生門係啉配。林配嚟講，自家嘅乜嘢啊？當然自家係傾傾聽上帝嘅話呢，將經當照樣嘅話講出，係聽係入耳，入了耳自家就咧話呢去咗，阿們，當後達到配呢嘅字，你喺度新發應該看到將會有定人，哈利路亞，makanya自家做上帝嘅字，係要打出甜嘅字本嚟，阿們，自家係多多聽話呢，但係多多聽話呢นะ，因為信心從話呢基督話呢嚟嚟嘅。自家聽到自家信心正向向，向了正向堅強，自家去做了反應去行，自家要堅強啊！要熱嘅比方在聖經度啊，自家要做熱嘅木嚟講啊，自家做一個嚟為木，10個嚟葉冷嚟，一個自家都係熱嘅堅簽，加嘅堅帶係堅簽。係叫嘅基礎係真簽，係冇叫簽嚟講，你木嘅次度一啱啱進電落颱風，係冇啦。嘛緊一熱陽睇真，自家喺上帝嘅方面，自家係生堅係生簽熱啲熱陽啲行業嘅過了樣簽入嚟嚇，過了啲啲基骨嚟講係悶啊，你市面嚟講係飲我輪嚟，你貪嘅市面撈到家下ăn măng ô hết。我你睇熱陽一個法呢，上帝嘅法係飲出一個生活中，阿們。上帝嘅法係飲你係咁多，你係就去做嚟講，我相信你吃到出世間你哋，吃到出社會你哋，人家有簽你，佢有簽你啦嘛緊啦，我係聽你先做樣，阿們。我看你按多生死，但係你按有力量，但係你按堅強，阿們。你都係按要俾人看到，按得福係咪啊？人家有得福，看人家生活中係咪啊？jadi sikap oi sin jedak kat song ti loi oi to cao ai con song ti con ni to cao ai con song ti be con ni ti sang se song ti pun ni thông minh si phui pun ni ho ti pun ni ho hang dia cái sang se pun ni ho chu li dia cái mun thi amen makanya song ti be pun ni thông minh si phui makanya sikap oi to kiu song ti多做上帝嘅就一嘅反應嚟行，上帝講你求愛，你寫愛，你禱告格愛，愛咪本你聰明智慧，你盲啲嘅，你空唔識聽嘅，佢咪講呢啲，你心中道理唔識得到嘅，佢咪本你聰明智慧，本你學啲，你當你要行呢個問題，你要出變得勝嘅人，阿們，拍小本主耶穌，哈利路亞。我相信自家係要照上帝嘅反應行，要聽嘅反應，要做嘅反應行，自家就係滿嘅伸手，唔係賺嘅伸手。颱風提前嚟，唔係人賺，經常滿配臉教意思係講自家嘅上帝嘅法，善經要學教，善經啲就善經去行，你就滿嘅數，就唔係賺。一樣，自家在你xã會你喺度，你係先嘅戰上，你係講冇堅強嘅信心，你係冇滿嘅堅，你就係唔人歸行咯。阿們，有啲自家就係要上帝啊，你自家係學行，你係計日過日子，因為自家啲前面嘅日子人不人呀，自家啲，嘛今日自家係求上帝，上帝能夠幫自家聰明智慧嚟行呢一個日子啊。OK， 第三嚟講。第三嚟講，自家人班人嚟講，是到自家有本堅強，本要用嘅能力，要來推行呢個新嘅真相呢啲社會呢啲，人班人自家有得到呢個第三嚟講，準備將好嘅信心嚟，好嘅台嚟睇呢度嚟，人班人講到嘅講個好嘅台呢，除了馬可福音第22節樣講到。聽用嘅啲責任係變呢一個照嚟講，係用我唔變落攞嘅台，但係呢攞嘅台，因為你先照你變嘅攞嘅台咯，一攞嘅台唔大行裝呢一個照，
熱天呢個攞嘅台咪爛hết嘅意思。有啲呢新嘅照呢照係變落新嘅台，新嘅台就要本事裝呢個照，咩意思嚟講啊？是家行呢個社會新嘅戰爭嘅社會，呢個心係要新嘅，呢個思想係要新嘅，呢個法講出係要新嘅，呢個下手做出三毛嘅天下係新嘅。因為一攞嘅思想，一攞嘅心，攞嘅口法，攞嘅做出嚟生勢，天下對冇咪到啲新嘅戰爭嘅資料啊！攞嘅思想好過對唔到了，攞嘅心好過對唔到了，係咪意思攞嘅心講？有冇呢生勢有解決冇？啊！你攞思想，你攞嘅口法，冇得你講了。意思是講到你安全冇本事啊！新嘅嚟。係耶穌基督，我要能夠啊！你新嘅法，新嘅思想，嘛今日是家行你新嘅戰爭，三馬衝下新嘅，正要對到你新嘅時代，因為你係新嘅戰爭，三馬之間唔是定過嘅，隆重人愛定，各樣之間唔啲嘅來到自己面前，但係自己要新嘅思想，自己要新嘅心，自己要新嘅法，自己能夠。對付你天下新嚟到自己嘅生活中，阿們。這個新嘅法乜嘅呢？滿被按恐怖，你是唔搞，被車到嗌哦。呢法你唔冇得講，被車到嗌你冇得講，跟住出對車到，所謂準格一嘅口法，嘛跟住攞嘅口法冇得講。你行自己係出新嘅法乜講？嗌你係出嗌係每日上帝嘅相信，在呢個寶貝，呢個保險。包庇ngay唔係電腦呢個危險病，一新嘅法，你按照一新心講出一新嘅法，ngay出門上帝保佑ngay，阿們，即刻看到你危險一切嘅嚇，對跌也唔嚇，即刻一下要乜嘅咳到，亦係即刻叫反目講，哎呦你衰啊，啊個攞反我嚟講衰啊，一真係衰嘅嚇。即刻係講低到未至即刻到，哈利路亞！感謝上帝，唔係凶啊！你新嘅法唔係凶案，或啲上帝要保佑嘅，你新嘅法、新嘅思想即刻冇俾你驚嘅控制到，你要攞嘅心即刻係兩感、加感、兩感要驚，你驚，你攞嘅心係병核，你個冇병核，你用叫你唔曉。我相信透過耶穌基督嘅能夠，有本事，有可能。哈利路亞！學小們上帝世界，你是家係準備將有新嘅心、新嘅思想，各樣行動係新。而家嘅口法係有新嘅，唔好講少啊！家用老嘅法唔好嚟講咯，家戰爭少係安難咯，就買呢啲人事就假啥冇多啊！阿們啊，我就望白是碰派要布條釘咧，我哋係是咪冇切藤條啊？阿們啊，咪一老闆冇講，一少冇講啊！啊，先係講我先咧，哈利路亞，讚美上帝，我要得到上帝嘅恩典，阿們，你天下先係發出啊，mungkin jika bercerita tak cuma cái問題bắt đầu jika冇講你事情冇可能又好。冇可能有解決到，冇用得了。自己出嚟啲，呢事情在耶穌基督一個法講在羅馬書，我出去講嘅人，呢更新嘅法，不平嚟講，哎呦拜託，又好呢度睇到呢度呢道教黨友，冇嚟講呢羅法，我相信呢新嘅法講出嚟，上帝嘅反應講，透過呢個變相，透過耶穌基督嘅名，我嘅平得好，我嘅身體得福，呢個新嘅法天下係用聖經嘅類嘅。天下要對反呢嘅嚟嘅，一到新嘅法，你就得福。哈利路亞！啊，有啲時間記得準備將新嘅思想、新嘅心、新嘅口法、新嘅行動，三碼係新嘅行動係乜嘅啦？冇計啲乜嘅拖動，唔係行唔係做，開笑了啊！乜嘅開笑做了啊！乜嘅開笑滅了啊！啊，睇新嘅咧，唔係啲咩做了跟進。要做板，要做落地，變條做落地啊，變條做板了啊！啊，啲新嘅嘛，冇白緊要做，你又去做啊？你嘅增加健康嚟講，去做去 bus 去買存類間啊，跟條存類，人苦人不實
去呢樣嘅先嘅戰爭，切家係講係傳類上帝又本然出面智慧，冇病又作品呢又作品做咧，唔係嘅多少咪學變類夠粉絲，咪唔係白色，阿們，呢度先係天下先嘅，哈利路亞。破少問上帝，自家嘅反應，見當朝都係講道理為止，我強調兄弟姊妹天下舊咧歌嚟上來自家嚟結束呢個客家社會，呀，我相信自家天下得到了先嘅嚟，哈利路亞，我相信自家隆重得上帝嘅福，上帝要準備將本自家得。哈利路亞！我相信聽住咪自家先冇得福啊！今日自家嚟唱首歌，上帝愛真正愛你，自家車用自家信心嚟，自家通通嚟講上帝聽。哈利路亞！上帝愛真正愛你，希望你愛真正冇意思。上帝愛希望你，也發你感動啊！愛心裏，大家似上帝愛真正愛你，上帝冇意思。透過呢個反應嘅中心隆重嘅就係撐嘅特福，去บุคค嘅特福，去阿里嘅特福，去阿貝又學撐呢個法，都特福感謝呢個恩典，我禱告要平通，要喝，要撲藥，先係特福，去耶穌基督名。謝你主耶穌呢個反應，呢個詩歌一按我都特呢個福氣，你見行我都實去轉我都開紅笑咧接呢個福，去耶穌嘅快樂平安充滿落我都嘅心中。主耶穌嘅愛恩提定嘅到啥，神靈要肯定嘅到啥，從呢下到願叫要肯定嘅到啥，當嘅到細你沙會呢行到，我都特善嘅人，就耶穌基督嘅名嘅都感恩嘅都禱告，而家齊齊嚟講，阿門。呀，其他兄弟姊妹們家下6點半也要後生人嘅聚會，而家可以參加，可以落去สู่嘅約旦嘅 Facebook。過了，我相信係講手咗，也要9點嘅，隔6點嘅，也要識先餐，木卡似親切回家，可以準備參加嘅先餐，也攞啲也好，係講摩利利檢呢個安古咩茶也好，木卡嘅呀，係要嚟利檢咪嚟利檢呀，你係要時間嘅看到嚇，你檢準備將手咗9點，聚會要識呢個。先餐6點也要呀，過了自家兄弟姊妹們祝福呢個聚會，知道嚟祝福嚟透過呢個奉獻，可以記取呢個娜塔莉亞嘅別隻亞嘅呢啲8日節紅日6853一個羅密別隻亞啲可以記過去係在記晒。好，主耶穌祝福大家，在耶穌基督名自家感恩禱告。